三倍馆了后，各部会嘛陆续来推出着农游馆、艺坊馆。这个体育署推出的动资馆，今仔日开始来登记。民众要安怎登记呢？身份证尾号是单号只，拜一、拜三、拜五来登记；身份证尾号双号只，拜二、拜四、拜六来登记。若礼拜日，大家拢听啊来登记。当然，毋是先登记就先赢。28号爱搁抽考啊！抽到才有哦，会当为8月用到年底。但是一透早网页就卡掉咧，无法度来登录。我要甲民众落实。另外，这个艺坊馆已经有235万人来申请，今仔日是上尾一天来登记，到暗时9点为止，大家都爱把握机会。看一场刺激的运动比赛，来一场痛快的运动，还是讲买一个家己喜意的运动用品。即摆体育署互你一个500块的红包，这活动拢会当用，但是你要先去你网络顶管登记。怎么这么慢？看袂到红包，看到电脑的问题。今仔透早一开放网络的登记，都袂顺。民众讲哪安尼？各部会上好康体育署推出的动资馆，名额500块，拢总是400万份，会当去健身房看比赛，还是买运动的鞋啊。7月20开放登记。身份证的尾数单号，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登记，双号是拜二、拜四、拜六，礼拜拢总会当用。7月28抽签，8月开始使用。喜欢看艺文表演，会当把握艺坊馆。最后登记的时间是7月21暗时9点为止。名额有600块，拢总是200万份。申请的人已经有235万人。对三倍馆、艺坊馆到动资馆，各部会即马是夜钱。搁续来还有开放予一般民众登记的客庄馆，会当期待。Perfect. Okay.